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類的個節目。今晡日咧，老鄉親朋友來講食兩件事情，你對你當從然食得好，身體康健。不過食然後你個飲食文化非常有關係。比如講，你就是扮然，你就是吃飽。今日老鄉嘅裏邊咧，佢去過法國攞學習，也出過一本書，講東島老飲食有關嘅故事。佢係嘛啥咧？係飲食工作者，你係乜嘅意思？當然冇人熟咯，今日好好來認識佢，也好好來了解。今日嘅分享係來自新竹嘅黃巧芯分享。大家好，我係巧芯，我係新竹竹北行業基本運動分享到啦。耶，分享巧芯嘅，巧芯看來非常嘅後生。咁講下位其實談得識，嗱做得講係因為老阿婆帶，係細時間。係我從細時老阿公阿婆鄉下帶，等於都有土台。真是土到幾多歲？土到高中，我大學去台北讀書。係。所以你會發現，真是咧，真是你老阿公阿婆帶過嘅，你真是會講客。係。因為我認識東島從你按樣年紀嘅客家人，個真是會講啊，講嘢嘅時間轉聽爸爸媽媽轉譯，然後用你老阿婆見面，就會談到一些客。所以幫阿公阿婆土台，真是會講，因為阿公阿婆真是會讓你講客。係，應該係講，我啲屋下了下咪都係講客，我老我爸我咩未講客，老我咩生意未講客。我哋跳講客嘅，真嘅，糟糕，用個三愛不一顆星，客語家庭，漢語家庭，對，哦，太棒了，棟長咧，冇想到老下會用聽，哦，溝通，好，然後你講一件乜嘅事情，鄉親朋友係講越講客，不客嘅時候開始講。不是只有，係是到學教學習，真是到不客講客，爸爸媽媽啷講客非常嘅重要。係啊，係唔係？到學教講一點鐘冇好，冇好，我到不客講也好好。係，所以啊，鄉親朋友係講我希望講，你個下位做得日來當然講做得吹先係，拜託到不客，เรา成年前攏來講客好冇？好，唔過講到倆今日東方現在搶到巧芯來到倆天。一開始也是有講到吼，你係飲食工作者，大家是會講，咁係乜意思？飲食工作者，老師有關係。其實內容非常嘅多元，也是一個，也係一個好性感名詞。你昨天要大家好好嚟小解一下麼？好，飲食工作者其實係一個動性嘅條路。大班愛鋪門愛講，你咧下都愛做嘛？愛唔知用乜嘢去講，因為。你條路誒是動到好做，譬如講下士啊，老陪他介紹，我哋要買嘅東西好食啦，乃會要買嘅習慣啊，還有講有時間我會老從便利商店，該係那係微波做嘅事，係該都是我，係我會老佢叫殺雞，係殺雞講。你係時間會出賣嘅東西消費者你係好物嘅，我哋所以去挑戰去設計咁嘅商品。比如講便利商店係一點，比如講可能都大概超市啲都，就有可能要按樣嘅細 Q 做麼？係從罐頭泡麵，我全部要做。所以你喺條路只是談起來非常快，有意思，大家冇人了解，所以大家要了解麼？意思是講世界關係都老有關係，所以佢談起來已經當難了。唔過大家其實很好難嘅事情係，佢唔單止係對食有了解，佢係對文化有了解，對歷史有了解，對幾道變做產品有了解，佢像你工業強融，你用呢度縱容嘅廚房做出很多嘅菜做得按樣一路做出來就去到店都就講賣本消費者，其實你係經過研究嘅，你哋大家上嘅很簡單，好，我哋為消費者是起到動力片，其實你後背嘅條路要細條非常嘅多，所以你是係當從容嘅角色。係，我是以了解大家翻嘅東西要慢做，媒體要慢設計，該包裝要慢設計，然後做得送到消費者手上係完整的。你的工作太難了，很難。哇！我基本其實我基本認識巧芯嗰種地方，你都係按樣人嘅，你都有一隻按樣人嘅人度後背，實際上係。一兩查嘅硬件強融推動按樣嘅事情吼，其實個罐頭啊、老幾有關係嘅，太複雜了。唔過唔帶像按樣人哦，
嘿，伊還出了一本書，所以เรา台高咧稍解一下。兩本書叫做《紅龍獨改台灣味》。好，然後台高咧講，兩本書可能是凍定一下，兩本書係2021年出嘅，嘿，12年咧。哦，第一是係佢出嘅一本書，其實非常嘅受歡迎，地圖有非常的多嘅料理嘅故事也好，紹介也好，什麼，所以為什麼會出這本書？有沒有出安樣嘅一本書？因為嗰時間我去法國讀書嘅時間，我有當到同學係外國人，叫做地台灣，唔係當地台灣係用班嘅。總控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所以佢問我講，咁呢啲台灣有乜嘅好學？我啲人問講，還有個中國嘅同學，我老從中國嘅同學，其實問我講，咁呢啲台灣嘅東西，老我哋中國有乜嘅冇強用？我開始先我講唔出來，我是啲冇強用，咁到底哪會冇強用？用班冇強用，咁料理嘅方式，還有味道。到底係哪味道叫做係特別嘅地方，我講唔出來，所以我進來台灣，我是想講，總唔得我寫一本書，專門研究台灣嘅世界東西，係去介紹我哋台灣嘅東西。寫年時知道其實我哋真正動到東西好講，我自己嘅感覺係安樣樣吼，是係講唔講我唔係專家，希望我冇講唔錯，因為當然嘢講起來乜嘅冇強咯，其實經過時間，你地圖有你嘅生活嘅痕跡，生活嘅分家度地圖，你嘅文化度地圖，因為你嘅節慶度地圖，這都會隨着時間有可能會做改變。那當然，地圖是會因為你一個比較獨有的特色。做到當學時也好，你貼有個特色。對我來講，我是到台灣味係安樣嘅感覺。不過，我係不要在關公面前耍大刀。關公面前，哇，這個動牌神，我講到兩個先嚟講，你這個好可愛哦，動定一下嘅。對，那個時候是跳安樣設計，是因為你係素食啊，動難買。因為大家群數已經動少咧。群數已經動少咧。所以應該是攞該寫嘅書封面已經講，我想來表出來，一看是本人大家印象深刻。有，一看就是先不要看內容，可是先被書封面。對，滿看內容是先不了封面瞎讀。所以你看哦，兩時其實係結合的一個當定義上，講幾個概念是做地圖吼。不過講到兩邊，是大家是咪講 OK？到底你看幾個套路係安樣？而家到底用英來講一啲台灣嘅味道，然後係講一啲客家嘅味道，而且有一隻當經典嘅例個蘆筍。因為我有看腳本，我就蘆筍係只動有意思嘅故事。先講我非常喜歡蘆筍，我當好是蘆筍，可是我們有蘆筍汁。對，蘆筍汁你提到其他國家你冇聽過。冇聽過，我會寫蘆筍汁係因為從細時節，我細時節冇去讀幼兒園，我逃學，所以幼兒園時節我是讀無卡，我抱圖我，大班我教嘅時節，佢是圖我去雜貨店賣蘆筍汁，真嘅，所以蘆筍汁對我來講係一件。是時節當重要嘅記憶，所以寫兩本書嘅時間，我是想講，有你下明明是有按特別嘅東西，你下用按聲音去講佢，樣來寫。而且比如講你外地有講到，比如你到法國去，法國你咪是蘆筍，好，佢都為咗去做到凍漿，好凍嫩，唔過你嘅皮佢都是咩？我台灣你皮是哪裡用？因為到法國的時節，春天的時節，叫做全部的春湯是會是蘆筍。我不知道咁啲耶。大件春湯都是蘆筍，天朝的是蘆筍。咁係一隻叫做的文化。自從我哋馬來西亞是馬來強用，叫做沒有。春天的時節是蘆筍，所以我哋嘅時節都改變做食。我哋大日在。小凍到該蘆筍，小蘆筍係麼？係小蘆筍的皮，該皮是那一條，睇麼？那一煮湯。因為法國凍到要該凍到高湯來料理嘛，是那一煮湯。後面應該轉來台灣的時間，沒有春湯來做蘆筍的料理，該
是有師傅那個批去煮，會通是個蘆筍汁，我是想講啊，很簡單，嘿，哇，我是從那裡蘆筍汁，挑把時間灌挑cái蘆筍汁，灌挑cái，所以我是去研究講因為挑白袂有蘆筍汁灌挑，係因為我哋做蘆筍的灌挑燒出去很貴啊，嘿，cái蘆筍有一節的筋哦，然後那個筋不要，那個很硬，吃沒有辦法吃，所以是那個筋去煮湯哦。有談到無？看其實蘆筍汁還有有安樣個故事，你要是會記個天條，然後記個研究，還有嘛個動物意識個故事，聊下，你等下常常在講。因為訪問係來自新竹，其實係竹北啦、挑戰哦，非常嘅有意思哇！就是講到對世界東西嘅研究哦，對你講咪動態嘅收穫。唔過講到呢邊，你上台就冇講到蘆筍汁，讀呢本書地圖，其實還有講到當有意思嘅東西，你有講到你講米奇木，米奇木，佢講嘅是咪地？唔過地圖還有講到翻譯講鹹酥雞，讓樹蓋，所以裡面也有寫這些，容易選擇，又嘛個有意思，哈。我個是個選地部的小馬蓋是上講我到法國上的是馬蓋，我是下馬蓋。哦，個米西莫係因為，法國到德國，中間有一個城市。然後叫做阿爾薩斯 ，OK。然後聖誕節的時候，那邊會有很多的市集。該應該市集的時間是看到有一隻東西，該安充有一孔的，金屬從那裡插槍，矮啲，嘿，矮啲，你個哈尾咁啲，唔記得咁樣講。矮啲，所以你辦書會容易細，所以你就愛用筆，好。係，但是想講有愛用呢個東西，到你一片暗藏推嘛，該插槍的東西。結果我是問我朋友，我個朋友講你係嘛解？佢講佢就會將個麵團放下去，幫佢流出來去母，是從應該的米西木。我個是就是想講有安鹽，佢就讓我的安鹽，唔講我有凍蟲誒。凍蟲的東西，我是上到我的米西木啊，所以你知道佢寫落來蟲嗎？係，好，所以其實講呢度法國有識到嗎？有，唔好識，因為到推翻他家姐姐用米做誒，係，佢係麵團做誒，該後講有這樣黏，啱啲咁樣講，係，當然是我們的好事，當然係你個好事啦，你個挑，你有試過挑嘅冇？有，我啲米線冇沖嘅，我不可係是挑係不用湯水，因為基本做啲炒啊，老粉一樣強用，啊，突然間又翻兩個感覺，用前朋友有試過變個米線冇啲唔到變粉然變嘅冇，因為挑白記到做農世嘅時間冇時間點先，錯冇？好，咁講帶上原因還有。推翻改，我們說，你講東西有咩個東西？鹹酥雞。鹹酥雞。你也下到地圖。嘿，鹹酥雞係因為，到創湯做勢時隻愛煮盤本醃講食。因為醃是輪到愛，但是因為白煮三杯雞。啊。嘿，因為白是做鹽酥雞，本佢就是，佢就是凍而食。結果，前幾年係有疫情 COVID-19。佢哋嘅創湯是關係落嘛，總得是都在買外賣添嘅，佢哋是落個三杯雞那去買。真是，哇，你貢獻很大，你貢獻動態誒，基本上你也貢咯。佢哋是想講，哎，我因為推翻米食材凍好食，你是做偏凍去買。哇，拍手，給你凍起來，然後你個挑選泡小泡凍豆白，很有意思，都有意思。做閨蜜外交，對記得咧講，記得家下是當你做個。梅台食記得係咩也是算第一次，東已經係提起白石頭。因為大家印度係個中國嘅餐館，是個三杯雞、三杯雞來講台灣食啦，錯冇？他們應該覺得很驚豔吧？
是像講愛三杯雞，我一推翻的老中國梅頭是冇強用，我有去中國試過三杯雞，香到我真緊心下去。香甜嘞嗎？香辣哦，香辣凍辣。哦，所以你很會做飯呢，你都會煮菜耶。是時間有老阿婆學。你真的很厲害，凍徛。不過像前面去講到凍徛上吼，其實佢係凍溶性哦，你填掉什麼？橄欖球都去做菌素啊、鳳門啊，對不對？你花了凍多嘅時間。因為我寫了本書，但是某上的了本書是寫講了東西幾好食，愛用天然。然後老大家講，因為譬如講農業，係用辦，所以我哋有愛用嘅東西。那你改文化有關，系統有關，社會嘅演變有關，係嗎？眾多的因素導致我們有這樣子的飲食文化。我們從人也敬仰婷婷，不過本身你對亞東有興趣。哇，你現在平常自己拼東西，自己會煮東西是嗎？拼東西會啊，都不開時間。好棒哦！哇，為什麼你做埋幾門？你到時候問講，佮到底做乜下做嘛個菜？不過你阿先做啲問，因為當到個題目喺度討論，喺請教佢問一下哦。比如講從節目一開始嘅時間，有講到你個外國朋友會問你講，你說啊，你講啊，到底嘛個係推滿梅？其實你對呢件事情，經過愛當然，你有自己的見解，從麼自家嘅想法。我挑白嘅時間凍上嘅係簽到嘅答案。到底嘛個係推翻梅係，不過你下經過俺當然做些啊，嘛好演講也好，我你下唔會咧，因為嗰時候推翻梅是係大家，你重要是嘛個，佢重要是嘛個，越來越當然好食咧，所以佢是變愛啲嘅文化，佢係時間。時間累積的，它是一個很漫長的累積的過程。但是台灣的，怎麼說？台灣其實算是一個很年輕的國家。我們並沒有那麼長的時間文化累積。所以我覺得這個答案就是讓時間會告訴大家一切。大家來講，我為什麼會講？我做啲了解意思是係講，你想看看，比如像我係客家人，像我從細時媽媽比如講冬節時節比如講在嘛個冬從那個節慶嘅時，大家會做烘板人。從某個時會講，這就是我們的客家，什麼講台灣，你講到客家，你是會講，你係你客家嘅文化。然後中間經過新年、二新年、三新年，我哋是8年過後，基本要切家。特有嘅味道，我知道其實變成我們的獨有。我嘅感覺係安樣嘅，所以咪特別讓大家來分享兩件事情呢。因為其實是像巧心講嘅，巧心唔但講出書也好啊，公認也好啊，只是讓企業合作也好。其實老實講，他自己也有寫一些你自己的佐餐文字。你看到做埋特別來talk，你真的懂得一下。你看第一個寫烘板人，我以前呢寫嘅時間，我寫兩烘板人，我覺得我吃到。我嘛個了不是好不好吃，是因為我根本唔知，我根本唔知，因為便宜唔係安樣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小的時候，小的時候，我會覺得我以為我把到全部嘅嘢都係安樣事。後來後來我就啲講，其實你客家人特別安樣事。所以你看你這邊就會有某客家版人凍結不能成結。對，你可以分享一下。其實我係唔講，我高中以前全部在信州，全係客人，我嘅朋友全部係客人，所以我其實係台北讀大學，然後去法國讀書，兩紮時間我是自家對我當重要係，因為我知道你冇行出去，你唔知你自家要你自家結婚。因為你習慣咧，你東西當好食，唔講我從小是當然是，我根本唔知你東西推披薩來講要結貼片，
我覺得你說這段話很感人誒，動感同意，因為這是一個自信。你大概有自信心。你的意思是講，你當你是你自己該進軌，你以為別人都最好，其實沒有。真緊。我就愛鋪了下路咧，唔曉得煮咧，煮唔通咧。愛某人照顧煮不愛時，愛人哋講啊，咱的梅頭會唔健體，愛人落去學。你會嗎？你會啊，咱愛煮誒。感謝。大家弟，你下當然簡單煮，你做得以賣糯米粉，你做得加水。可是大家有弟哦，其實我係看過我媽媽愛你，你了解，這是一個工藝耶。動感苦。你了解，這是一個工藝，你愛米，然後你也找照，你經過一個夜晚，你還要去調它的 Q 度，大概濃度，對不對？然後我記得我聽你媽媽幼班我媽媽做法班的時間，我問佢講，你讓我講你係幾多歲？講不出來。他說：“俺弟幾多歲？”他說：“我是手感，手感。”他說：“你就看着它滑落的細緻長途，你什麼地你也不用幾多。”我覺得媽媽不在了，他就沒有了。對，我來講係安尼。好，你是你個夯板人哦，當有意思呢。比如講，你還有做夜班，嘿，你夜班，你不要跟我講這是你做的，你媽媽講你做的。我有做過夜班，有一擺。我做法國懺悔，我是做夜班。不過我哋夜班拼充是係安泰家，因為法國人吃東西係優秀，我是做學習掉。我弟，所以你真的是做，那幾多是啟動用音？幾多是都動好事啦。哦，係 ，really 真勁，哇！所以你做嘅係多法國嘅時間，唔係，我有台灣做，唔過做照台法國音是，係。我從啥講吼？某人來到學種學東西，會吃到唔好食。哎，有道理。大家有吃到突然間吃到，非常嘅了不起，我有嘅感覺。大家先聊下吼，你還有精彩嘅故事，讓大家都分享。要強到，巧先來到節目呢度，咱大家咧小解哇，都有意思嘅故事誒。我希望基本伊對我來講，咪係生活動態。你家有講到，其實你有寫咧，你講到夜班，其實除了你家講誒，其實你發現講，其實你大概你請命，也是叫做夜班。係，我發現唔係大家認識夜班，係我係出台海時間。我咪係，因為我讀品質嘅客家狀態，我咪係出台海，我同學攏愛講，其實潤餅，我講怎麼會這樣？有冇人用音？佢家係讓我同學講，台灣音色是潤餅，我是動手。我想講冇，我係漢音啊，我唔係是潤餅，我係是夜班，所以我是寫倆。我同學，同學佢講呢個群體是一定嘅同意。佢講我媽媽會做法班，叫我做法班唔好食。我聽了也不開心誒，怎麼會法班唔好食？佢講我是讓我媽媽做法班，我說我姨母是都好誒，法班我是讓我媽媽的法班不給食。佢試過後，唔知道回我什麼嘛？佢應該說好好吃哦，好像蜂蜜蛋糕，凍起來破多軟蓋。人跟我說係唔係？濕潤 Q Q 的甜感，你要寫你客家嘅法班，你不懂，對不起。好啦，講笑啦，你也唔係咁激烈啦，哈。種，大家講到種，也在大家都講南北種，是不是？但很多戰爭。可是我覺得台家誤會嘞，他們真的不能理解的是，我們客家粽很有特色哎。對，沒錯。那我要說哦，我現在沒有要戰爭哦，大家莫會戰爭哦。好，你對我講，你那個很像油飯的油飯，不一樣好嗎？冇強咯，是不是？那不種係個該種那係煮，像煮火鍋用。我愛是當然包粽對我係當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包粽係愛普教愛的，所以佢了下96歲咧，我還堅持當然要去包粽了。當然。哇，所以你客家粽，你的粽改盤是沒有放進去水煮改粽？沒有，是用一粒的嘛？我是水果撈個汁，撈個滷肉的汁一起拌，一起拌的。你看吧。
讓人不卡強容，有沒有？現在故意要跟人家一樣，有沒有？好，我講到兩款是真是都有意思。不過其實我就你講到安度最重要的事情，讓大家講，其實你是一家改文化，你是一家世界東西，你是不是定起自己的獨特？你是不是也是出國以後才知道說，其實外國偷來看才地講，這是我們最珍貴的地方。嘿，因為我知道我的鄉音要有自信心，洋錯。大擺我同朋友來聊啊，去到個富橋路街嗰邊，我係攞幾多講下，幾多串讓我講下。真是？係。你以前你可能見你講下幾多唔英語翻譯。係。幾多是？我上講佢係從看到按後生嘅音，按音後講我冇會讓伊講，也係用不啱啲。還有我到台北，我有一擺到台北去食個麵。碰順是錯人行業，我老伊講，伊咪冇人啷個講，咁奇怪。我有去過台北松山區，講到具體嘛，中崙市場、中崙西涌，經過一間滷味店，你從來都唔得嘅客家人，佢全部因為做生意嘛，佢就會講佢做生意嘅講話，有一擺經過嘅時候，我談到挑家用老家來。不好講一句會了，我經過還是糖豆，跟我根本沒關係，讓我根本沒關係，他就是賣滷味，我是講，頭家娘你客家人啊，結果他嚇一跳，佢下到佢講，哦，係啊，因為你可以知道佢移民到台北富裕松九改西建呢，我是咪講，跟你那邊客家人，因為我想講佢講會了，佢是講嘛，你哋麼姓周，姓周客家人，我講你讀姓周，到台北來。就是移民到台北，然後到那邊算是就是小孩也在這邊出生有年。佢講係啊，他只有該東西我意思係講，其實我們讀台北又富裕松都隱形的客家人。冇錯，你真心冇談到佢講，因為如果他又沒有口音，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覺得。我會安樣做的意思是講，其實也讓大家來講，你喊到老闆，我為什麼？我只是進狗我覺得他有被我嚇到可能某人進狗讓佢講開就強哈，所以意思是講，就是我覺得你應該使用係安樣人啊，你又有安樣嘅信心，安樣嘅感受，我做幾生差未安樣人啊，我像佢當場客家人，我做啲感覺佢講話，我是會講。台講你客家人吼，他會嚇一跳，對，因為沒有人湊給上菜，是會講，怎麼客人會安樣來講？可是是從挑釁講的，你係講大家只是動言同意你個客家文化，你有此心，我哋隨做安樣嘅地方展現出來，錯麼？應該講，我有一擺去大稻埕嗰片訪問鄉音，大稻埕鄉音，佢攏愛講。挑白佢都唔敢講客，因為講客會俾人欺負。佢就是知道講客係當好嘅事情，安尼都不客講是好咧。做生意嘅講好咯，係麼？係因為俾人欺負。但是現在對我來講都奇怪，因為我從細時到阿婆阿公講客，我去到台北讀書嘅時候，我咪當上去撈講客嘅朋友窮下了。咁啲用辦法啊，因為我是有啲事到你家歷史有關係嘛，因為客家人改良是人口沒冇完到，你講起來講到改良是嘅時間是咪講相對起來，客家是咪好弱世界出群，大家是咪講到腦背做生意啊嘛，大家是咪講好咯，所以你自然而然，大家是咪知道好像我們是比較一個弱勢的族群，這也是為什麼你係做埋嘅，你下。為撈到大家來講，你台灣有隻土地係多年融合嘅一隻土地，要冇強嘅族群之間嘅相互來尊重。你有依個文化，我有個文化，我做得做依個文化，你咪做得咧做依個文化。所以我知道啊，今日冇想到訪問巧心做得講到這麼很少，已經很久沒有講的感受，讓大家來分享哈。所以其實。冇錯，我覺得那出自家嘅信心。所以我係做寫嘛，我是讓我所有嘅朋友講，我會是到好寫點，要當多嘅機會，當多嘅機會係肯定可以。我全部係用英講，真是哇，太棒了哈！動棒，其實動長，而且我推翻以前是動厲害，譬如講你講花蓮嘅調皮。你講咩？花蓮東都有鄉音，東都嘅鄉音，美洲都有名。你講你住一條我去到台南嘅世界，唔大想講客家啦，去到台南嘅世界，佢哋會講有批料理。
什麼？你就覺得這你也可以做成料理，而且凍好食。特別係講5度，5度是精華，5度係精華又油。法國吃魚肚嗎？法國？佢都全部是上油下肚，係咩？菲力係麼？親愛的法國朋友，親愛的法國朋友，係講要記住做的是嚇5度我知道要油意好食。我本來有隻故事吼，下記俾大家分享，因為準備剩幾分鐘吼，我想好好嚟問一下，快問快答。你有帶過乜嘅客家嘅食材出國啊？然後外國嘅朋友覺得給你一個比較特別嘅反應。哦，我而家嘅時節去法國讀書嘅時候，我有帶菜脯去。結果我有兩隻朋友啦，兩隻室友啦，窮下帶，一隻係台灣嘅，佢冇問題。咁另外一隻係葡萄牙嘅，其實讓我有意，其實唔好意思。讓我講應該菜脯做得變到5倍麼？因為該每套對佢都講都奇怪，太陌生了，所以其實都有點奇怪。可是我晚上做菜脯卵半個小時嘅叫凍好食。OK， 好，我看啲是係我文化嘅交流，個葡萄牙嘅東西咪算好食啦。吼，尤其係其實我手機咪係一隻凍好滾講嘅故事。離題咧吼，再講一題哦。好。你有教大家一隻講出名嘅食物來料理，你有按用最近你按就有做那件事情，這很難呢。比如你可以舉一個例子嗎？舉個例子。我以前摸嘅時節有一隻東西風風的，係啲甜甜的。我同你講，我唔知係乜嘅，因為我大白佬講，你啲某一種風風嘅甜甜嘅，是唔是嘅？係乜嘅？該按到豆棗。你看，你講我大白佬，你啲麼？該風風甜甜嘅。啊，好有意思哦，都有意思。好，時間就是凍斷啦，要凍到問題嘅問題，我先保留一下，我先嚟講一下，未來會有一個出書嘅打算冇？我聽一本書了下都該寫，係，咁個那客家話，大部分是台灣嘅，該部門我有用一隻單元係客家嘅東西，客家嘅料理，所以該本書係講要寫出來，馬上得看到你對客家嘅料理嘅想法，係冇錯。要規劃嘛嘅時節會做得出版冇？比如講，今年是會出版，該部表示其實已經做到。下一版最後階段了，哇，非常的期待咧，非常嘅期待嘅，係講第一本書要出版，記得係你講，好，就做啲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好好嚟宣傳一下新書，因為我想嘅地圖聽從要當有意思嘅故事，基本嘅解釋當感謝巧心嚟到呢一篇，稍嘅按到有意思，冇強嘅故事本大家嚟啲，希望所有嘅鄉親朋友基本嘅小冇強容動態，強容你下繞牆大家強下嚟做認同了。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